后来当年来创下着8000多万票房纪录的惊天国片《七匹狼》，这导演朱延平，伫信义区的河体，和一个外号叫做白装大盗的賊仔偷走入去，賊仔真大胆，想要直接甲保险箱拖咧走。这个导演听到声音走出来，发现有3份人无咧惊讲哦，是甲賊仔警告讲，警察伫咧路里路，你赶紧走哦。果然应效，这个賊仔惊一个滑头就被咧弄。 永远不回头，不管路有多长。30年前，伫台湾上青的导演是虾米人？你敢知影？伊就是拍过真侪笑话剧的导演朱延平。朱延平即马住伫信义区的河体，最近刷起拄着贼偷。伫2月份，嫌犯先伫附近勘察地形，佮走去厝边因兜偷摕现金。隔顿工想讲好偷，要过来偷，一声偷对朱延平因兜来，想讲无人，保险箱啊摸咧走，只是朱延平听到声走出来看，煞甲嫌犯相对看。这个导演真聪明，马上呛声讲：警察已经伫咧路咧，你着爱赶紧走哦。嫌犯听到惊一个，保险箱啊拼咧着落跑。这名嫌犯细潘专门咧偷摕高级的字体甲别墅，连上海人甲汤兰花拢曾经去互转嫁过。26年前，甚至阁捌偷摕过二月港董事长张kend生因兜。 迄时将厝内底8个人全部绑起来，金仔现金要甲2000万捧咧走。15年前，我那伫内湖去偷着高阶警官的厝，迄时因为去动着保全系统，去互厝边发现话要掠人，害伊家己吓一个密密毛毛。